嗱，所以嘅羅馬書5:18咁樣講到，因為到日責人反對上帝嘅命令，跌落罪惡嘅方面，一出係講到提日責人亞當反對上帝嘅命令，跌落罪惡，然後攏眾人全下都跌落罪惡嘅方面。然後呢，透過日責人順服上帝嘅命令，攏眾人都要得救，而是得到義人嘅方面，亦都係透過耶穌嚟到世間順服死在十字架，都係為了贖人民嘅罪，嚟使相信佢撒都等於義人，因為到呢一個師傅所書1:7節，因為到透過耶穌嘅內中，透過嘅寶血贖十架。都係對於原諒罪嘅方面，透過佢嘅恩典，嚟使相信耶穌基督是佢嘅罪本嘅贖係透過佢嘅寶血，嗱嘅罪連下面係是佢屬於義人，是佢然後做上帝嘅兒女，是佢要得救，是佢禱告要到上帝嘅面前，因為到是佢義人禱告有信心。對耶穌基督都係自己嘅上帝，當時嘅信任嘅，自己做嘅兒女，佢做嘅救主，做嘅天父，阿門。